讲到卫福部推动槟榔健康危害防治法的草案，嘉义中部过去就是国内种槟榔上济所在，到当也是有一寡人是靠槟榔来转食，因是烦恼讲，这条法案若通过，成果难免会出问题。社区的中部早时就来到青影的加工厂开始无营。中部乡是嘉义县种青影上济的所在，伫这个产业当中，若有种的农民、加工厂的员工，佮有槟榔档的业者。因拢对卫福部要推动的槟榔专法真烦恼，希望相关单位会当考虑增加民众的经济生活。超有百几万人靠这个槟榔产业嚟维持生活，这槟榔产业哪个瞬间，就因为安尼花去，足侪人的生计受到问题。这政府敢有考虑这个人何去何从？中部槟榔产销会表示，这个专法除了针对食槟榔的消费者以外，产地用药的安全、槟榔档的营业登记，政府拢无了解因拄着的问题。希望政府莫干那定法律，嘛会当有配套也是辅导的空间。影响真大呢，因为像迄那货柜屋啊，是铁皮屋那一种，因迄拢伫基林地嘛，基林地伊迄无地址啊，无地址，阮要哪去办营登？咱政府冲出了立法。伊无考虑到咱目前民间的现实现状，咱的政府会当详细透过公听会也好，下乡来向百姓直接来第一线来讲，会当找一个折中的所在。槟榔产销会指出，为了民众的健康来管制槟榔，因会当了解，因只是希望会当豆豆仔来减少对产业的影响。目前已经串联9个县市的槟榔工会，希望政府会当重视因的心声，做伙找出互相接受的法案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